来关心国际消息，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一个散车社区着火，村外景厝拢烧起来，2000户家庭有都无厝。当地消防局是紧甲市民安置伫咧紧急避难中心。马尼拉市府灾难管理单位无人机翕大火炭烧的画面，伫首都马尼拉附近港区的唐都平民社区陷入火海，当局紧急撤离2000户的家庭，有人到到海外等待救援。 Maaga po yun, nasa loob ng bahay, nag-aalmusal po kami. Nagkasigawan po na sunog. Paglabas namin, yun nga po, nakita namin, laki-laki po ng usok. 居民想起迄时阵状况，有人赶紧逃难，无被火烧着的客家将行李甲物件搬到外口。当地行政机关将居民安置伫紧急避难中心。根据消防单位初步检判，导火点是社区内一栋厝的2楼，因为这社区的厝大部分是茶、铁片甲燃烧的合成材料的材质所起的，结果强度不够，而且缺少耐火性，致使大火拖甲真紧，扑入1000多栋的厝。 马尼拉消防单位出动36台消防车甲4只消防船，佮派出真1只直升机运水拍火。居民看到大个所在全部烧了了，忍袂了后甜。Siyempre, nanlulo mo. Wala nang hanap buhay, wala pang bahay. Lahat wala eh. Hindi ka na nga makakain. Grabe itong inabot namin. Papasko pa naman。菲律宾的消防安检管理记录一向无好。8月，马尼拉的长兴街一栋5层楼的公寓传出火灾，致使11人死亡。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。